乡亲啊，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志涵来点名到新竹市马街儿童病院，伫个前市长林志坚的任内改建用值，为本地250%增加到450%，相当是加出着1万平的面积，甚至内政部的前处长黄建群当时都质疑道理。林志坚是来反击，讲这用积率的调整合法、符合规定，而且有必要性，讲无排除要来告对方。泰鲁有红有黄的这个新医疗大楼，进入内底拢是铺大理石，这是2档外前落成的新竹马街儿童病院，被当作是前新竹市长林志坚任内政绩。也不过，即马讲有用积率的争议。林志坚前市长曾经在参会当中跟他们表示说，确实他可以保证可以提高到450的容积率。那我们就要问了，当中这样子的承诺是不是有涉及图利的问题？而且林志坚前市长可以这样子来跟法人做承诺吗？伊讲就是本来干那25%的用积奖励，最后增加到45%，增加几万平的用积。民众党新竹市议员李国忠去年伫议会质询的时，就提出来问，这份来自前内政部长黄建群会议的记录，其中的录音有讲到有道理的顾虑。他250跟450，确实那个变化的幅度确实太大，中山的概念就是图利，这里面的这个分寸的拿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合理的评估。用积率增加遮济，连处长就感觉有这个顾虑。林志坚是透过面切的法院网强调讲，这个案用积率调整是合法合规定，并有伊的必要性，更加提出当时行政诉讼的判决书，判决日期伫113年的2月份。主文就是将当时的上诉驳回，甚至有可能要提出告诉证明清兵。是把新竹马偕儿童医院再度的消费抹黑造谣，说把这个案子呢拿来跟这个台北金华城图利这个厂商来做对比，这个是相当可笑的一件事情。1年前，这群的病院用积率的争议，各方并出来，民众党对着通过庭事以及司法处理的标准提出质疑。也不过，对了前市长伫法冤枉以外，嘛好这个用积案的争议为台北拖到新顶。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